任，还有我们处长，以及我们在座的各位亲爱的大家，下午好。检察师，下午好。咱非常的欢喜因为咱招集到调研书记、做水也丰足，咱师事会台长郭老师、吴大医生，以及咱李秀大医生，以及咱新的警管所的护庇。那么当然，咱更加感谢咱的周前人、咱副前人以及各位点人师的这个慈悲。那或许最感恩的是我们教处的这一次双亲节节目的这个安排。那么我行呢，因为咱的红点人师进伫楼骹咧办桌，今年无轮到互拍，无大概来活动，我拢楼骹咧办桌，所以今年互拍呢，咱感谢咱目前人跟咱教助，那么给后学这个机会，跟大家结这个善缘。那么互拍其实2-3年前母亲节活动，我拢一直袂离国内。为是爱去咱来新单位上课，若无好就去泰国，所以无去大陆，所以互行呢已经有几啊年拢无参加着咱爱上举办的这母亲节的活动，所以我今年非常的欢喜，会当来甲咱各位亲戚共度这个母亲节的活动。那么当然，这嘛爱互行有上个感恩的所在，互行拢常常爱想啦，咱几工拢会伫 YouTube， 还是讲伫咱的 FB 内底，一直拢会看到咱有关母亲节的活动，而且呢，咱别个组线也好，咱甲咱幼儿学堂也好，每一个单位、8个单位拢举办着这母亲节的活动。那么，拄则咱目前就甲咱注意，有啥物母亲节活动，拢特别重视。不过当然，互较感谢就讲，咱人2月做写对不对？互较讲三宝的时常会分享着讲咱人2月做写，但是做歹做，对不对？做人难做人，人难做。但是咱这月一定是来自上天点的灵性，这月是来自咱的父母。那么各位姐姐，为什么咱今母亲节活动，拄则咱教务处阁安排着现场，甲咱民的总书记上天老庙结这个善缘，就是讲，咱绝对有来自上天互咱这点的灵性，咱今日透过父亲保险，才会当伫妈妈的子宫内底孕育成的胚胎以后，再孕育成人。好 ，OK 了。是有声，是麦克风的声无好听，不是号码的声无好听。各位姐姐，其实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特别的声音，对不对？脚步声也好，声音也好。无看到迄个人，但是你听到迄个声，你就知影讲这个什么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每一个人的特色拢无同款。那么，互我来讲甲就讲，因为电传师拢无听来，互我会当讲到3点15分，对不对？处长，所以互我会当讲10分钟。那么，咱来自上天一点的灵性，各位姐姐，为什么今日要修学堂？咱今修学堂除了报答咱上天老母赐予咱这点灵水遗嘱会，当然咱要来求着咱解脱生死轮回，来到这个世界是痛苦的那么咱今日母亲节叫做双亲节，伊有父亲嘛爱保险，有保险嘛爱有亲，但咱生出一个胚胎，咱今日来孕育成一个人，这样对不对？所以无父母就无咱咱常常看报道讲，咱这世人所住的厝上贵的是啥物所在？就是妈妈的腹肚，就是妈妈的子宫，这有钱买袂着的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，咱一定爱友好咱的父母。那么，你这样互我深深的体会，咱常常听一条歌，有妈的孩子怎样？是个宝，像个宝。若没妈的孩子会怎样？像
像根草。像根草，没有人会注意到你。或许亲像的方式，因为妈妈伊两当前呢来离开学校了后，互我体会着讲，真正无妈妈，人讲爸死咯，啊若母死咧，较幸运啊！妈妈爱伫的时阵，逐礼拜5六个姊妹一定会等去联表聚会，袂当逐个只有就是学校，因为学校较无用。但是要相聚的机会非常济，自从妈妈离开了后，逐个姊妹要一做伙的机会非常少。所以讲各位前缘，在座各位前缘，咱若还阁有妈妈伫的，吼，还是咧，咱阁是人的妈妈的时阵，咱爱非常珍惜着咱现在拥有的物件，亲情是用钱买袂到的。所以我常常来讲，为爸爸妈妈都要后壁一段。咱甲咱人甲无爸爸妈妈伫的时阵呢，咱真正有失落感，这是我的感受啦。但是各位前缘，要要紧，咱虽然像互我，虽然爸爸妈妈已经离开互我，回到咱净土去归根互伊，可是互我的体会就是讲，咱要如何来成功立德，甲咱这个功德要回向互咱在彼天的父母，这是咱规定子女会当归因的这个物件，非常殊胜的工课。所以互我拢会时常鼓励着亲爱去度人。为什么爱度人？因为咱度一个人，上免咱3分的功德，咱有3分的功德，上免做咱7分。那么咱10分的功德是你用钱买袂到的。为什么今日咱副学长咱爱上单位今日举办这个求道的这个法会，不过就是要利用这个机缘，互咱这个做子女的人，会当来度人，甲功德分享互咱的父母，分享咱的九贤一祖。因此各位前缘，其实既然咱有缘大于咱爱上天的人，要甲咱的依做着贵言，拢有关联。绝对爱负着这个条件，咱才有法度大爱上。咱一定爱好好的发扬，好好的珍惜咱这个基业。所以一只互我，要甲咱各位前缘共同来勉励，就是讲。其实咱爱上佛堂，有做者班会也好，医学性堂也是共款。而且咱看有读经班，有所有的话会，咱若唔知影，咱会当摕咱票转去看。咱有咱的年度计划表，那么咱年度计划表内底伊安排一个法会，各位一个人把握时间，把握机会来举办也好，度人也好，甲小朋友出来读经办也好，咱一定要把握。因为你来到佛堂，咱的九贤一祖嘛是会当来甲咱一起参班，接受佛讲的保证。所以呢，咱互哈非常欢喜，今日非常欢喜，嘛非常激动，因为呢，互哈每亲节要开咧这讲这会呢，会机缘足少。但是互哈今仔咱互相分享的，如果咱各位前缘来当甲互哈互相的鼓励，那么嘛互哈。嘛，希望讲今日，互我甲咱分享了后，咱大家会当互相鼓励、互相精进，精进伫咱的道法，精进伫咱成功立德而且事业内底，那么我嘛但愿呢，为国善立嘅好事，点点来功德回向互我，在倚天的九贤一祖，因为这乃是大孝。讲师父法夫是之父母，甘非常孝之事业。孝敬安尼甲咱讲啦会当成功立德，以献父母，有心行道，成功立德，以献父母，孝是重要。这咱是真正的大孝，所以因为呢，互哈，咱后壁有个可以讲到10分钟，还是或许10分钟就可以。那或许呢，就不耽误我们后面的一个活动的进行。最后或许祝福大家。祝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，我们每天都可以快乐，不要只有今天母亲节快乐天天都能够非常的愉悦，而且都能够身心自在，每天都活得非常的
即阵咧讲北部伫即同乡，咱一定要把握友好北部的基地。其实北部是爱咱做好的物件，还是爱咱准备做好的物件，倒来互食。重点在陪伴哦，有陪伴，那就有感受。这最后感谢天师的，感谢我们以前的各位女人师教书给后面这个机缘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那总主席。感谢李老师为